恭喜你啊！嗰兩場真係 win 嚟㗎。我陣間4點半翻嚟啊，老闆。你探埋佢唔係，我去翻工，陣間翻嚟。我2點半先開工啊。等陣攞啊！你翻嚟，跟住夠你。我等陣攞出嚟俾你啊！等陣。哇！你琴日第4場4號，第9場5號 win 啊！一個1.4倍，一個有買4同埋我買得少啊！即係過關都係買21號，23唔抵啊！我啊買封尾個條件4條，我買連人位喎，真係老土啊！買獨贏就可以賺70蚊咯，買得少啊！1.4倍乘3.7倍。如果買2300就70蚊咯。但係如果買2300唔抵啊，因為佢單場得14蚊。老友話買2100㗎嘛。2100好啊，2100買20蚊就好啊，可以中100。我買30蚊啊嘛。我買30蚊少啊，即係。我買2300，第4條買46連人位，第9條就買5號，唔中啊我啊，第4條啊。哦，連贏難中。跟佢買就中。獨贏就中啊！係啦。我陣間翻嚟啊，放工。